老板来拌豆腐，老板来拌豆腐，豆腐豆腐，比米又好吃，人人吃得起。虽然是小菜，甚至来没有鱼有肉，怎么推米豆腐？老板，新来一盘凉拌豆腐，我要把胃口大打开。等等再上麻婆豆腐，记得有辣不辣？我可不肤浅，我不是出家人，但我就是爱吃。老板娘，你的豆腐不管多干豆皮，统统给我上，赶快给我上豆腐啊豆腐！虽然是小菜，可是有大学问，豆腐6里8八混着顿饭，要什么豆腐怎么会好吃？老板，来一盘豆腐。小菜生来味有鱼有肉，怎么可以没豆腐？老板，新来一盘凉拌豆腐，我要把胃口大打开。等等再上麻婆豆腐，记得有辣不辣？我可不肤浅，我不是出家人，但我就是爱吃。老板娘，你的豆腐不管豆干豆皮，统统给我上，赶快给我上豆腐啊豆腐！虽然是小菜，可是有大学问，豆腐6里8八混着顿饭，要是